一般求诊者最关心的就是说，问说这个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做完之后有没有后遗症，然后做出来之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够不够自然，会不会很假，会不会容易被摸出来，这是一般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任何手术都可能有后遗症，那我们都会很如实的跟患者说，你这个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说我们植入物可以怎么样区分，主要是分成2大类。以外膜的它的纹理表面而言，我们主要可以分成光滑面和绒毛面。然后以光滑面而言，它主要都是做成圆形的。那如果是以绒毛面而言，它可以分成圆形的，还有一个水滴形的。那单纯以这个表面而言，它对它的愈后其实是有影响的。像刚刚讲到那个包膜挛缩的问题，如果说你植入之后完全不去理它，以光滑面而言，它挛缩的几率是最高，大概可以达到20%几。那以绒毛面而言，它挛缩率会低的很多，差不多只有1%到2%。但是大家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光滑面挛缩率那么高，我们还要做呢？其实这个挛缩我们是有办法去降低它的几率。最主要就是说手术后你要做适度的按摩，也是可以把挛缩的几率降到2%以下。那光滑面为什么还有存在的空间？那主要是因为以触感而言，光滑面会比绒毛面要柔软，会更接近真实的胸部。那为什么绒毛面还有存在的空间呢？反而有很多人他觉得说胸部太软不自然，他觉得说要有一点介视感，所以他可能就会选择绒毛面。那或者说他觉得他完全没有时间按摩，或者他觉得按摩很麻烦，他的个性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他也会选择绒毛面。所谓的 ALCL， 它的全名叫做 BIA-ALCL， 它这个主要翻译成中文就是一种跟乳房植入物相关的未分化性大细胞淋巴瘤，这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的一个疾病。那它是一种发生在乳房植入物周围的荚膜，长在荚膜里面的一种肿瘤。那我们发现说，这个 ALCL 跟义乳的表面的纹理有相关性。目前发现全世界大概已经有500多个案例。那它主要是发生在绒毛表面的义乳，光滑面几乎是没有。那目前有很多报告都说，光滑面似乎是跟 ALCL 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可是如果单纯是以绒毛面而言，不同的厂牌也有不同的发生率。有的厂牌发生率非常的高，那甚至有的因为这样已经被很多国家禁用。那有一些发生率很低的都还是可以使用。ALCL 它的发生率大概目前的报告平均起来大概是10万人会有3位到4位。从乳房手术就是隆乳手术开始到发生症状到诊断出来，大概平均的年限是10年左右。所以如果说你隆乳多年后发生可能乳房突然肿大，两边的不对称，甚至有可能会摸到硬块，可能乳房本身的硬块或者腋下的硬块，这个时候就要怀疑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就要立即就医检查。那我相信，只要说政府单位有为我们的健康把关，它绝对不会容许不安全的产品流入市面。那假如说某一些产品，它其实是已经有经过大规模的一个人体实验以及研究，超过10年以上的研究报告，证实说它对 ALCL 没有太高的相关性，或者发生的几率很低的话，我认为消费者应该是不需要有太大的疑虑。